さんこんばんは。今私はどこですか？今私はホテルの中ですね。咁咧，我而家就唔講日文啦，就講翻廣東話啦。今日發生咩事咧？今日咧嚟到日本咧，我做咗件咧，我等咗幾年都想做嘅事啊，就係咧去某笪地方買某啲嘢嘅。噔，就係呢樣嘢啦。其實點解咧？又唔係等幾年嘅，因為上次出嘅時候我都已經諗住買㗎啦。咁但係咧係諗住喺日本買㗎啦。咁但係今次咧終於咧都成功咗買啦。咁咧結果就買咗呢一個。好啦，咁我諗住咧一路拆盒一路解釋點解咧我要喺日本買啦。因為咧首先咧喺2年前咧15 Pro 嘅時候出咧，美國咧就有eSIM 啦，eSIM 裏面咧就有8張卡，只可以用2張。咁但係咧喺香港買咧係冇 eSIM 嘅，得2個 slot 嘅啫。咁而喺日本買嘅話咧就係1個 eSIM 同埋1個slot 嘅。咁我諗住都好喎，又可以有 eSIM 又有 slot 咯。咁我諗住日本買。咁咧點知咧過去2年都冇發生呢件事，因為我喺美國買咗。咁跟住而家咧到77 Pro 嘅時候咧，咁我就諗住不如試下啦。咁結果咧我就喺日本買咗啦。咁其實咧咁 fast forward 到2年之後嘅今日咧，其實喺香港啦、美國啦同日本咧都係得 eSIM 嘅啫。咁而 eSIM 裏面咧就有2個可以同時用嘅，咁你其實係儲咗6個eSIM 喺度 in case 你要用，咁剩翻2個咧就係你選擇同時間用。咁其實頭先咧就有攝影師問我點解要2個 eSIM 啊？因為我而家用緊嗰個咧，即係你而家拍緊部片嘅而家呢個15 Pro 咧，因為一個係愛嚟收電話啦，因為日本我有個電話 number， 咁我可以收電話 number， 另個 eSIM 咧就可以愛嚟做 data。excuse me， 咁所以咧我咧就諗住不如試下啦，咁結果就喺日本買咗呢一個17啦。咁第2樣嘢咧要注意嘅咧就係喺日本買嘅話咧，就係有一樣嘢你唔可以令到佢消失嘅，就係你影相嘅時候係會有嚓嚓棘嚓嗰啲咁嘅聲嘅。咁係咯，不過我覺得都可以試下睇下有咩分別。咁所以咧而家就試下喺日本買部電話嚟睇下會唔會好似平時日本嘅其他貨咁樣好啲啦。好啦，開咯喎，耶！好，其實我而家咧就有啲補充，就係首先係多謝呢個攝影師加導演加監製同一個人嘅資料提供同埋意見提供。就頭先我哋都傾過，就係咧呢一部電話咧，其實我已經格過價㗎啦。喺美國買啦，美國講緊加州啊嚇，加州嘅稅啦係大概有唔同地方唔同啊，大概7至10% 啦嚇。喺日本買咧亦都有稅嘅，咁香港買冇稅啦。咁如果格過個價嚟之後咧，喺美國買咗加咗稅嘅價錢，同日本買加咗稅而冇得退稅嘅價錢，即係美國當然我又冇得退稅啦。喺日本買咗有稅，但係冇得退稅嘅價錢，同香港買冇稅嘅價錢其實係一樣嘅。咁 exactly 係差幾多呢？而家日本紙咁低啦，雖然係咁低啦，但係佢加咗稅之後，加咗10% 稅而冇得退稅之後，同香港買呢係爭大概幾廿蚊港幣咁樣咯。咁所以 in general 咧係呢3笪地方買咧都係同一個價錢嘅。好啦，咁你自己考慮下啦，你想喺美國買、香港買定係日本買啦？